483日，当掘墓上台，这句话嘛正做了名言，无毋对。人会当以行人的速度成长。伫现代社会，嘛有进步成熟的歌姬甲 rap 歌手。我要为因甲我讲出来，我要为因甲我这款的人甲我讲出来。rap 歌手卡比泰人，过一摆甲俏土的功夫进行对决。我敢真正嘛有法度，后摆若搁再见面，要互伊踹一条。我要成做这款的歌手。歌姬英子唱歌是为了要打动郭富江一人一路的朋友七海。伊的歌声，互孔明回到拄开始，想起伊的主公老毕。天下太平的梦想，带我行向无尽旅途的人，是我的主公。英子就是你。派对卡孔明。